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面對最近股市大幅波動，相信唔少投資者都覺得好緊張同擔心。不如我哋一齊探討下股神巴菲特點樣喺市場動盪嘅時候保持冷靜，仲會分享佢對長線投資嘅核心智慧，教大家點樣喺亂世之中做個理智嘅贏家。今次訪問係圍繞巴菲特最新嘅股東信佢展開㗎。當時新冠疫情開始對全球經濟造成衝擊，道瓊斯指數單日大跌超過800點。正當全世界都陷入恐慌嘅時候，巴菲特再次提醒大家一個非常重要嘅觀念：買股票唔係買彩票，而係買一門生意。佢話：如果你買咗一間好嘅鋪頭或者農場，你絕對唔會因為今次嘅負面新聞或者聽到市場唔好就急住賣咗嘢。巴菲特認為，雖然每個人都可以預測未來幾日甚至幾個月嘅市場走勢，但佢好肯定咁講，20-30年後甚至30年後，美國嘅商業環境一定會更加理想。所以佢依然係一個堅定嘅持有者，仲特別點名蘋果公司，佢哋眼中都係全世界最優秀嘅企業之一。佢仲喺訪問入邊分享咗一個趣事，話自己最終都願意放低固執接受同使用嘅 iPhone。連股神都識得適應變化，放低競爭同執念。為咗令大家預約同體驗更加方便，我哋都希望不斷創新，帶俾大家更好嘅服務。為咗方便大家同埋整理佢嘅投資重點，我哋會先用 PowerPoint 精簡內容，幫大家總結訪談入邊所有重點圖表同精華，同時會播放當年訪問嘅原始錄音，俾大家可以親耳聆聽巴菲特最原汁原味嘅分享。希望呢一次嘅內容能夠俾大家帶嚟啟發，記得點讚同訂閱我嘅頻道，我哋下次再見。喺呢個時候，